我能赢一次，我就能赢第二次。一起打个游戏而已，算什么？于途，乔小姐是谁啊？当然是金靖。翟亮说你在加班，有空喝杯茶吗？关于外场的安排啊，就说到这里。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好，那就散会。今天是个周末，大家还是回去早点休息吧。啊。我在你单位旁边的咖啡馆等你。8点钟下班，特别能吃苦，特别能加班。走啊，一起出去吃火锅去。你们吃，我有事儿。我先走了。小姐，需要给你加点水吗？不用了。好。于途，我上次说的你都想清楚了吗？如果你一点都不为我们将来着想，我们不如分手吧。好，我没意见。我能赢一次，我就能赢第二次。一起打个游戏而已，算什么？有必要吗？这么多人追你，你要吃回头草啊？而且于途现在还是在那个研究所，还是赚这点钱，你现在就不介意啦？我现在也不在乎他赚多少钱。博士学历，研究所的工作，起码社会地位不错。还有，意难平，我就是意难平。